后来搁来是高雄的黄色阿比亚，果然是真有魅力。这个高雄市动物园配合着2只阿比亚伫个高雄来展出，是推出着一连串阿比亚的活动，果然带来着人潮。讲即摆到动物园的人数，逐工拢超过5000人。 动物园门口以为来真济大人囡仔，大家心情拢真好。今仔日除了要看古水动物，佮要来看新别的作品。黄色小鸭，我很期待，也很开心，都忍不住跳起来。你知道这边有黄色小鸭吗？知道，我们今天有要来看，很开心。怎么说？第一次看。就和动物园嘛受到黄色阿比亚影响，推出阿比亚活动，佮妈妈甲宝贝仔囝打扮做细只鸭，真卡哇伊。 我们昨天晚上才看到，对，所以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冲来小鸭的造型，对，它屁股也有鸭，头套是这次为了黄色小鸭，因为我们也会去追那个大只的那只黄色小鸭。高雄黄色阿比亚国最佳嘛带动动物园的观光人次，佮加上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门票费60起到100，高雄市立动物园票价赶快维持40，互游园的人数翻倍成长。 以往可能大概都是2、3千，但是在我们平常日也有冲到大约是5000多左右。过年期间，我们有亲子的木框 DIY， 过完年之后，我们也推出一系列的教育营队活动。黄色阿比亚人气强滚，嘛带动高雄的观光商机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